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新北市有一间金陵女中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陵，乐营陵第5条。陵的意思就是土山，像咱讲韩之陵、桂陵。另外一个音是借用字，读做岭。地势铺起来部分，咱讲岭，像咱讲山岭。啊，若海涌较悬的部分，咱讲鹰岭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动物较接拼，像牛岭、鱼岭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牛岭，头前讲到就是牛的较接拼；第二个词读做鹰岭，代表讲海涌上界悬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套旅游行程带大家做伙坐船来看海涌，看到鹰岭，买当坐牛车食龙景，互大家望牛岭好趁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岭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陵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